台中市长罗秀燕今日表示，家己伫咧做立委加市长期间，翕相的时阵，捌互支持者头往尻川，伊也呼吁讲，这性骚扰受害者就要勇敢站出来。面对中央即马要修法，这性平三法修法了后，若准头家雇主对人性骚扰会加重处罚。民进党团表示讲，会伫咧后一个会期大声处理，做上完整的规划。 那你就看到有一些色狼，他在跟你拍照，表面上是跟你并列，手却摸在你的屁股上。我当立委的时候碰过，我在当市长的时候都碰过，大胆。 台中市长罗秀燕伫会议中公告，家己捌遭性骚扰，伊细汉时阵甲真侪女性共款，受害点都唔敢讲，也真歹记证。即马呼吁受害者爱勇敢面对，无需要吞论。那高雄市议长孔如成也伫面册讲，高中的时捌伫路上，互一名骑脚踏车的男性望向步，伊迄当时就用脚甲伊踢顶现，零容忍的态度。 徐松义道歉下台。宜兰消防局性骚事件也是连环爆，伫女消防员轰动伫房间了后，佫传出有分队长先就拍开查某的房间偷袭女队员的群。消防局拢是局处理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局长落台负责。在这样子的事件一再发生的情况之下，应该要检讨性骚扰事件的处置流程，以及增加这个实体的性平课程。总统蔡英文除了伫面册会议内，也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就3方向进行解决，包括参考国际做法，重新检视即马性平申诉机制，跨部会进行性平法规总检讨。第二反映后一个会期列为优先法案，目前性平三法修法继续进行，建议对雇主为加害人加重处罚，佮建立优先申诉环境。第一个是明定性骚扰的指引，第二个是建立更健全、有效以可信赖的申诉制度。那相关的措施若有一定的进度，我们会尽速向社会大众说明。民进党团表示，后会期会用特急件做上完整的规划。民进党立委范云表示，性骚法规定1年来爱申诉4号上底，也希望修法会当延长。国民党团表示，当研议会提出家己版本的性平修法，保障受害者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